你不管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受害者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就是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我到底要讲到哪里？我是要示范到哪里，才符合大家的期待？我们的文字记者朋友们今天也都非常的热情，来到现场响应。好，再回到正中间。我告过人，我告过媒体，这一切过程都让人太恶心了。我没有想要在这么痛苦的事情上面，我还要再走一次荆棘之路。那说实在，很多人说，哦，你只是讲，那真的有去那个尾牙吗？这个尾牙真实存在吗？他拿出证据啊，我拿出了证据。公关公司也替强盛的老板 Tyler 做出道歉，就是一个事实了。还是有人要继续问说，哦，那证据在哪里？他骚扰你的证据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员工提供影片？接着就是，哦，有证据哎，那为什么不提到？你不提到，是不是代表你只是在炒新闻？现在这一切就是血淋淋的上演。在台湾，如果你被骚扰了，你说出你不舒服，然后你就会被这样对待。你不管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受害者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每讲一次，你就会难过一次。那我已经讲得这么完全了。不只是透过我自己，我还透过了一个很热心的人，他帮我梳理一切的文字再发上来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帮忙我的记者也都写了，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就是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我到底要讲到哪里？我是要示范到哪里，才符合大家的期待？不想被拍这种画面啊，讨厌！不过本来周六中午有一个和总统的聚餐，那个聚餐不是只有我参与，是有参与小英公益年历的创作者们都有受邀去这个聚餐。可是由于哭得实在太惨了，隔天早上起来脸肿跟猪头一样，那就只好请经纪人跟幕僚说啊，嘉纯有一点感冒吧。我也是难过到，即使有很想参与的活动，我也没办法去啊。